观众朋友繼續收聽節目嘅現場，今日嘅新聞幕後嘅單元，我帶大家來看嘅係南門州嘅委內瑞拉，嚟係嘅石油出產嘅大國咯。韓國嚟下嘅呢個總統嘅馬杜羅來推動了之前議會來推嚟下嘅國會，願講嚟係其航向獨裁之路。到底呢，委內瑞拉未來國家發展同方向會係點樣行呢？今日請嚟嘅專家係淡江大學嘅南門研究所嘅所長姜國偉。龚教授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老師，我們看到這一段時間，從5月1號馬杜羅總統說要推動這個制憲議會以來，其實委內瑞拉可以說是天天街頭上都有一些抗爭，而且越演越烈。那這個制憲議會當然是現在已經通過了，也即將要組成來開議。那為什麼這樣一個制憲議會會在委內瑞拉他們國內引起這麼大衝突跟反彈？是這個制憲議會呢，在反對派的眼睛裡面，它是一個不合法的啊，因為現在它的民主制度發展並沒有什麼問題，然後反對派在國會裡面，它佔有2/3的多數，所以他認為這一次馬杜羅突然的在5月1號宣布要舉行這個制憲國會選舉，然後開始制憲，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來取代現在反對派佔有2/3的國會。對，因為反對派的最大力量在這國會裡面，他利用國會呢，運用這個國會的力量，其實對馬杜羅造成很大的威脅啊。像去年他先是要這個罷免，啊，然後之後罷免不成，罷免並沒有舉行，而是被這個最高法院然後判決了這個程序上面的問題，然後這個委內瑞拉的經濟狀況其實已經不好非常久了，而且每下愈況啊。那反對派就在這個掌控國會之後呢，他們就先推動了這個罷免，之後又推動了這個彈劾啊，雖然都沒有成功，可是對馬杜羅這個政權是造成一個很大的一個壓力。芒刺在背嗎？對，完全就是這樣子。然後從馬杜羅甚至在3月30號的時候，然後最高法院，但是政府所掌控的最高法院，他甚至還發了一個命令說，這個法院呢自己要取代國會。啊，因為國會做了很多不合法的事情，所以他要取代國會。雖然這個法令只公布了2天就取消了，可是造成委內瑞拉從4月1號開始就開始大規模的這種示威的抗議就開始不斷了。然後這個馬杜羅之後在5月1號提出來一個這個舉行制憲啊，其實在反對派眼睛裡面就是要來取代反對派在國會裡面的影響力，然後來架空這個國會。然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希望透過這種方式，然後能夠更鞏固自己的政權上面的合法性。是的。然後運用一些行政上面的力量，然後來消除這個社會的抗爭。可是我們看到它的效果當然是一個反效果。對。還有一點必須要提的就是，其實在1999年的時候，那時候的查韦斯曾經舉行過制憲。對。可他在制憲之前呢，他又舉行一次公民投票。公民投票取得了很高的支持率之後呢，他才舉行這個制憲。可是現在馬杜羅在宣布舉行制憲，就是一個行政命令而已，也沒有經過國民諮詢的程序。所以在反對派的眼睛裡面，他的這個制憲呢，只是一個政治上面的一個有計劃的一種政治，對政治上面權謀，並沒有合法性啊，也沒有什麼理由來做這樣的事情。但是似乎我們看一下這個委內瑞拉憲法第349條寫說，他說沒有任何國家權利能夠阻礙修憲大會的決定，是不是這樣的？修憲大會它其實對於整個委內瑞拉來講，它就是一個太上機構。對，其實又印證了剛剛講的話，就是它就是要用這樣子的機構來取代現在的國會，因為國會它沒有辦法掌控，然後對它造成了很大的壓力，然後它很多的政策在國會裡面都沒有辦法通過，所以它透過制憲這個方式啊，然後舉行一個制憲的國民大會啊，這個大會的權力凌駕在國會之上。其實這個制憲國會選舉完開議了，其實國會就廢掉了，基本上就等於是廢掉了，因為國會的任何的做成的決議都可以在這個國民大會裡面被推翻掉。對，老師，那這樣子的話，對於馬杜羅本人來講，是不是一個對他的權力更加的鞏固，甚至走向一個獨裁之路？是，一般認為是這樣子的啊。我們應該說是這個政府的力量會更鞏固啊，未必在馬杜羅一個人身上。馬杜羅當然是政府的代表，可是他身邊還是有很多事實上。在國家的政策上面，在政治上面比他更有影響力的人在那，就是也是長期在跟隨在之前的這個查韦斯之下的這些政治人物了啊。不過可以這麼講，因為我們現在並不知道他的制憲的內容是什麼啊。
以后的国会要如何去组成，然后选举方式怎么选举啊，然后原本定在12月要举行的地方选举是不是还要举行？明年的总统选举要怎么样做？其实现在都不知道。可是现在这个制宪国会完全掌握在这个政府的手里面，因为反对派他并不参加这一次的，并没有去参加这一次的选举，他也没有派出候选人，所以您刚刚讲的没有错。现在呢，这个制宪的国会一旦组成了。那当然就是按照政府的意思来往前走了，等于是像是一张空白支票，随这个马杜罗或者是他们上面掌权的人怎么填都可以了。在某程度上是这样子。以现在反对派的抗争大概只能到这个程度了，你也很难去看他能够有更大的力量，然后来阻止政府在这个制宪过程里面来阻止政府。如果说没有办法去想出一个可以对话或是其他的一种协调的方式的话，如果继续往一个激化方向走，那当然马杜罗这个政府他就会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安排这个宪法，最终的目的当然是要巩固他自己的这个政权了。老师，那我们也看到说，像这次的制宪议会的代表里面，包括马杜罗的妻子，包括他儿子，全部都在里面，而且都是支持马杜罗的人。对，那似乎有点印证说，他似乎有要走向独裁。那选举完之后，他马上呢将2个反对派的主要人物 Lopez 还有这个前卡拉卡斯的市长，把他抓起来，继续关进监狱里面，是不是？是主要是要消灭这个，或者是打压反对派的士气？对，当然，他的很大一个目的就是在这个选举过后，因为现在预期还会有很多的抗争出来啊，我们不敢说它会比过去更激烈，可是应该还是会继续持续在某一个程度之上，某一个强度的这种抗争会继续的。然后这2个人物，一个雷德斯马啊，以前的这个卡拉卡斯首都卡拉卡斯的市长，另外这个 Lopez 啊，他被判了14年徒刑，然后在选举前的不到1个月的时间，把他改成居家软禁。其实那时候也有认为说是马杜罗递出一个橄榄枝，然后另外呢也有要去列解这个反对派内部的这个用意在里面，因为反对派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团结的了啊。那现在出来以后，发现实际上也没有发生什么很正面的作用啊。然后另外也担心啊，这2位这个在人民的心目中或反对派的这个心目中，他是有一些代表性的人物，在未来继续兴风作浪，所以现在又把他抓回去了。选举完了第2天，就把这2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抓回去了。老师，那你刚才有说到说马杜罗曾经一度似乎有试图要递出这橄榄枝，等于是我把你们的那个带领人把他放出来之后，然后把他软禁，那可能来换取跟反对派之间的对话的机会。但反对派反而没有，反而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抗争越来越激烈，甚至死伤越来越多人哦。老师，那是不是反对派在这一次的这个抵制的过程当中呢，它是一个策略上的运用错误？对，反对派事实上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策略出来，我们就看到他有呼吁大家出来，然后罢工啊等等，还有在这次选举的时候去路上摆了一大堆的路障啊，让这个在首都让选民没有办法出来投票等等等等，很多的这种方式。可是我们只看到这样子，我没有看到他在其他的政治上面有什么的想法比如说民主是要继续进行的，可是民主在现在委内瑞拉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掌控之下，你要怎么样来推动民主？你是不是要有一些方法？因为长期的抗争从4月1号，我们刚刚讲这个4月1号就开始了，到现在已经好几个月了，对不对？对，4、5、6、7已经4个月了，到底有多少的能量可以去运用呢？这种东西搞久了，人也是会累的，对不对？你可以看到，它就是其实反对派的内部，它是一个很分散的一个力量。它没有一个统一发号施令的一个单位，也没有统一发号施令有足够的能力去服众望，可以来发号施令这个人物在啊，然后里面的色彩各种各样的，里面接近20个政党所组成的一个反对派，对，所以有的人有的是比较温和的，有的是比较激进的，有的认为应该来谈一谈，有的认为继续抗争到底。所以它就变成现在这样子一盘散沙的一个样子，所以也很难去预期，在未来反对派它能够有一个比这个选举之前制宪大会选举之前更大的力量，然后来制衡。现在对反对派来说，它是处于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状况。对，这个马上就要开议了，里面没有他的人，继续接头有没有能力持续下去，再搞3个月4个月，这个当然是困难度是很大的。
老师，我们有看到说反对派这次其实有一个争议的点，说是这一次的投票率哦，反对派认为只有12%人投票，那当然马杜罗那边说有超过40%，那800多万选民投票，是，那就在这几天就发现说，帮忙这个委内瑞拉选举事务计票的一个公司叫 Smartmatic。他们统计出来说，其中呢这800多万票有100多万票是有问题的。对，那其实依照以前经验来看，就这个美国的卡特中心也长期的统计认为说，委内瑞拉在于他们的选举投开票甚至计票方面的公正性，其实受到肯定。那这一次似乎有一点暗中操作感觉，前后不一样。老师认为这个主要原因在哪边？对，我们在以最近的一次的选举，就是2015年年底的这个国会选举来看，反对派拿到了2/3的席次，所以可以说这个政府并没有去操控这一次的选举啊。是。可是从此之后啊，这个选举委员会他做出了很多决定啊，看起来都是有些问题的啦。哦，它是受到政府操控的这个色彩越来越强，越来越强。那这一次这个提供电子投票这个公司，他有讲出来说，大概有以他认为可能多估了100万票，或者是怎么样，他并没有去说细节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然后反对派说，这个整个的整体的投票率差不多在12%到13%之间，其实这也是一个。他们自己心里面认为，因为他没有在每个投票所都去派人，然后来监督，然后他也没有办法去计算，只是他看大概那么多的人去投票啊，那所以现在一般认为说，这个反对派的12到13之间恐怕是低估了，可是应该也不会像政府一样超过40%的投票率了啊。对，所以其实我们在讲，大概取一个中间来看的话，这次参加投票的人数应该差不多就在。合格选民的1/3左右，这个国家差不多1900万合格选民嘛，大概就1/3了。那这是马杜罗政府方面有回应说，这间投票公司其实是受到英美的指使才是这样做的。对，他是这样认为，就是马杜罗所有不是对他不利的，其实他的说辞差不多都是这样子了啊。当是一个公司，它的主要的人物在国外，或者它的这个机构是在国外的话，那他就会说是外国干预。就刚刚提到这个，为什么反对派要说这个投票率只有12%到13%之间？因为就委内瑞拉法律规定，投票率必须要超过15%，你没有超过15%，这个投票是没有意义的嘛啊。所以他会把它压在15%以下，所以这个投票率现在真的很难去知道确实是多少了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差不多1/3。不过马杜罗把这些反对他的意见常常指为美国这种帝国主义，他称美国都是美国帝国主义嘛啊。他以这种方式沿袭这个查韦斯的方式，然后把这些很多的对他的批评都指责为国外这种帝国主义的干涉，其实这是他非常一贯的一种做法。好，谢谢老师。这是今比上半场的内容哦，下半场的技术带乡亲来关注俩国际的兴趣来看委内瑞拉俩败界冲突事件，一块聊后相关关心。详情继续转到下半场嘅节目内容哦。下半场在大家来关注讲呢，像係美國、歐盟呢啲國家，甚至係拉丁美洲，一群來看兩敗委內瑞拉嘅關於造成按大家衝突，繼續強嘅限係用怪為受眾嚟為人做分析。就是我们再请教一下，说你刚有提到说马杜羅只要碰到美国的反应，他一定就说这是美帝搞的鬼，是，因为他是一个走查韦斯主义的路线，基本上就是很反美国的这种路线。但我们看到美国在这一次的委内瑞拉选举当中呢，他采用的是一个制裁马杜羅本人的方法。是，那马杜羅似乎也不以为意，他觉得啊，反正你要干你就给你去继续做吧。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反应出来？因为其实美国在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问题上面啊，长期以来都是用这种制裁的方式啊。像在今年2月的时候，他就冻结了这个副总统的资产，然后在选举前的1个礼拜，他又冻结了13个委内瑞拉高级官员，然后特别是参与这一次制宪国会选举的这个筹备过程的这些人，也是冻结他们财产，然后最后是冻结马杜罗在美国财产。是他这个做法其实没有什么样的效果啊，因为马杜罗在美国有没有财产，大家都很怀疑，可能跟老早已经被那么多人被制裁了，他还会把他的财产摆在美国吗？对不对？摆在美国也不会在他自己的名下了啊。是，所以美国这种做法其实是
一般外面来说，这种做法是蛮微弱的，它的这个力量是很小的啊，因为拉丁美洲美国的角色是很微妙、很敏感的啊。如果你过度介入的话，其实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都会有很高的一个警戒，而且会有反对的态度出来的。可是如果你不用很大力的介入的话，那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影响这个国家，因为这个国家反正它已经长期被你制裁这么久了啊。如果你的方式还是不变的话，那不会有任何效果。像马杜罗这次被制裁以后，他还觉得他变成英雄了。美国过去一直没有制裁他，他还觉得把他丢在一边了。对，他的这个反应是这样，因为您刚刚也提到，他根本不在乎你怎么样做哦，反正美国应该也不至于会去禁止他的石油，美国也无能为力。对，而且甚至有些看法就是，现任的美国政府对于委内瑞拉的状况，他也不是那么关心的，是因为委内瑞拉的事情影响不到美国，因为川普他最重视是美国本身国内的利益啊。其实委内瑞拉当然是一个拉丁美洲的国家，可是你碰得太用力不好，你碰得太轻又产生不了效果，那就让他自己去发展他自己的，反正有周边的国家来施加压力。我觉得他现在态度是如此，他也没有什么可以措手的地方。老师，我们可以看到说，现在的委内瑞拉每天输出大概70多万桶的石油到美国去，占他们的一天产量大概约1/3左右这样量哦。对。那美国为什么不针对它的石油输出直接制裁呢？因为这个考虑到石油的这个制裁啊，第一个，这70万桶，如果你不让它进入美国的话，它可以找到其他的销路，有其他地方可以去销售它的石油啊，因为委内瑞拉希望能够多销售它的石油，可它没有能力增产。那如果说美国禁止它把石油再输入美国的话，我想它并不会很困难的去找到其他的销路。另外一个就是说，在委内瑞拉这个国家里面啊，95%的出口靠石油这样东西，如果你在石油上面去用这种非常极端的手段的话啊，它可能让受到最大伤害的不是委内瑞拉政府，而是委内瑞拉国民。是对，因为委内瑞拉经济已经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了，你在对它的这个经济的命脉石油去做一些控制，做一些这些打击的手段的话，那对于委内瑞拉的经济应该是一个雪上加霜的事情，然后受害的是国民，其实这会引发一个人道的问题了。很多的一些评论都认为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手段，伤不了政府。就伤到人民，就是等于是一把两面刃，甚至可能伤到美国自己也不一定。对，当然也有可能，而且很难去产生一个很实际的效果。老师，你有刚刚讲到说，委内瑞拉95%的出口都是靠石油，是不是也是因为委内瑞拉长期以来过度的依赖单一的出口的项目？造成他们现在国内现在经济情势，包括未来估计可能失业率到25%，还有他们的货币现在比美金是本来从1:8，现在是1:8000，甚至更高的这种比例。是，完全没错，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就是石油啊，你过度长期以来就是一直依赖石油。当你的石油价格很高，你石油收入很多的时候，你也没有把这些多出来的盈余去促进一些工业发展，去促进其他的产业发展，你就完全依靠石油这个东西。因为查韦斯在过去，他为了巩固他的政权，他把石油收入很大的一部分投资在这个穷人的身上。我们并不说这个做法不对，你在穷人的福利上面投资了非常非常多的钱上面，可是你并没有对国内的这个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去做一点调整。但过去来说，在查韦斯时代，他认为国际油价是应该会往上走的，甚至他认为国际油价会到200块钱以上。可是事与愿违，对不对？在最近的这个4、5年里面，石油的价格就大跌，像以前的砍半，甚至只有以前的1/3。那当然，对于委内瑞拉来说的话，它的经济是没有办法去承受这样子的一个打击的。当然，我们说过去的执政者他要负很大的责任了啊，长期维持这样的经济制度是没有办法继续生存下去的。老师，你刚才有讲到说，就是即使它不出口给美国，然后其他国家也会买。那我们看到就是说，现在委内瑞拉有一个很大的，它第2大贸易伙伴，甚至可能是它的大债主，中国的势力，在委内瑞拉是不是也下了很多的力道？对，以中国来说的话，中国当然最希望马杜罗的政权能够继续维持下去，因为他是继承着这个查韦斯啊，对中国都是相当友好的，偏左倾的路线。对，这个就是反美的另外一个面向嘛，跟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都是相当好的，而且中国从给委内瑞拉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贷款，然后换取石油资源，然后这个在这个换取贷款石油资源的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都是黑箱的，外面其实看不见是怎么样。今天反对派上来之后，他可能会重新检讨这里面的问题，或重新来检视，甚至来做出一些与过去的这个政权不同的一种做法。所以以中国来说，他最不希望的就是委内瑞拉的政权发生一个太大变动，非常大的这个预期之外的变动。啊，所以，可是中国对于委内瑞拉的内政还是很谨慎的态度。其实我们没有看到这一次选举之后，中国有发出一个非常强烈支持委内瑞拉的一种态度出来，所以他很谨慎的在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看到说中国的那个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他就有说，他说这次委内瑞拉就是顺利完成他们的选举，然后希望说抗议的争端两造可以好好对话。似乎中国在委内瑞拉似乎也是担心说，他整个国内的环境一动乱，他们在那边投资可能也会出问题。对他，你刚刚提到2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对话。其实现在中国其实各个方面，即使是反对委内瑞拉政府的这些国家，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对话，是因为这样下去的话不会有什么结果。你刚刚提到中国也是一样，经过对话之后，然后取得一个政治上面妥协，然后让国内政治不会，即使是过渡，也不会是一个非常剧烈的一种过渡。是这样对于中国的利益能够保持，但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了。对，所以他希望大家能够透过对话方式来解决目前的困境。老师，我们还有看到另外一个也是美国有点忌惮的一个势力是俄罗斯，是他提供了委内瑞拉主要的军武嘛，对不对？都是从俄罗斯来的，对，是不是我们未来可以看到说，就是中国、俄罗斯跟美国三方的势力在委内瑞拉这样的一个竞争竞合也好，是。当然会，因为而且这种竞合已经持续了很久了啊，可能超过10年以上的时间。其实，在马杜罗时代就是这样子，他引进了中国的这个资金哈，然后跟中国进行这个石油跟资金的这种交换关系啊，然后跟俄罗斯也有这种债务的关系，他也跟向俄罗斯去融资，然后把这个他在美国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在美国的一个分公司叫 Citgo， 把它这个质押了49.9%的股权给俄罗斯，然后来换取俄罗斯的资金。其实俄罗斯跟中国跟委内瑞拉关系都是越来越巩固，至少在这个马杜罗的这个政府之下，持续的查韦斯一直都是往这个方向在走的，也是美国比较担忧的嘛，对不对？当然，他希望能够制衡美国。其实我不认为美国会很担忧委内瑞拉的状况了啊，因为委内瑞拉你说在军力上面，他再怎么样去买俄罗斯的武器或中国武器，那个跟美国还是相差太远了。是，而且我们可以看出来，美国并不想用军事上面去干预委内瑞拉啊，因为干预委内瑞拉这个问题太敏感了。这好不容易在这个奥巴马跟古巴的关系改善之后，跟拉丁美洲整体关系也稍微往一个比较正面方向发展。如果他真的去介入委内瑞拉的话呢，那当然跟整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可能都会往一个负面方向发展。所以美国不会去，特别是在武力上面去干预它。所以美国也不认为委内瑞拉真的是真的是美国在区域上面的一个地缘政治上面一个很大的威胁。你看，从查韦斯1999年上来到现在已经是18年了，对不对？美国其实在2002年之后也没有对委内瑞拉做出什么太出格的一些举动。是。老师，那最后一点时间后，我是想蛮好奇的是说，其实有分析是指出，委内瑞拉可能会是因为这次的整体危机、国内动荡加上石油的崩跌，它会是 OPEC 第一个破产的国家。另外呢，也有可能会引爆出内战。老师你怎么看？我们说破产啊，我们说一个国家破产，那一个很明显就是它债务违约了嘛，啊，它该付出的债务到该付的时候付不出来了。其实以这个来看的话啊，委内瑞拉对中国的债务老早就已经违约了，只是中国后来又去修改他们的这个贷款的条文。如果照原来条文的话，委内瑞拉恐怕在去年的年初就已经违约了啊。所以委内瑞拉现在经济，我们说它会不会是 OPEC 第一个破产？事实上，它已经破产了啦哦，因为委内瑞拉的现在的这个我们说这么大3000多万人的一个国家，然后这么丰富的一个石油资源，它的外汇存底不到100亿美金，哦，外面的债务几百亿美金哦，然后还在持续增加当中哦，然后它的这个货币
也是它的这个实质在黑社会率已经是1块钱美金可以兑超过1万块钱的这个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可是它的官定汇率才是1:10啊，你看差了非常非常多，而且通货膨胀它已经很久已经超过1年时间不这个公布它通货膨胀的数字，可认为它今年的通货膨胀可能会超过700%。还有一个数字，就委内瑞拉从去年的2016年的1月到现在。他已经调了7次的基本工资了，是每次都是30%、40%在往上调的，啊，所以委内瑞拉的这个货币发行量非常非常的大，啊，整个经济其实事实上是已经破产了。有可能会发生内战吗，老师？内战就需要我们说一个战争啊，它需要敌对的两边，然后在武力上面发生长期的一种对抗。我们现在在反对派这边，我们看不出来他有能力来进行内战，他也没有哪一个国家提供他武器、提供他资金，然后来进行这个内战。然后另外一方面，现在政府对于这个军队的掌控看起来还是相当严格的，还是相当抓得很紧，对，还是很巩固的。因为这个军方长期以来，它就是一个既得利益阶级，是的啊。然后政府对于军人的家庭的这个，虽然现在经济情况很差，可是他还是给予很多的福利，所以现在看不出来也变成内战的可能性。所以说这个内战可能性会比较低，然后但是它其实实质上已经是一个破产的国家了。对，实际上是这样的，除非军队。